Ina, mandiyan saan? Kailangan, kladyo na ni Pularangan re. Ina，今天想要跟你聊聊关于男生的传统服饰有哪些？我都做上来呢是一部。你最近在做的吗？衣服是指一部那个上衣，长怎样的才可以叫衣服？上衣全部那个都是。如果你嘛，就是一部个那样。男生上衣就是衣服。就是那个我做的是在那边，这个都是一套不出来呀，裤子。你不是有一个那个你最近在用的吗？啊，有啊，可是他最近有完成一个。所以不管它是素色还是珠绣还是就上衣就是衣服，蛮高的人的，我有这它是从这个这照片啊呀，都打一部做这个我很辛苦，那什么呢？就是这做呀嘛啦，很久的做，做已经很久做很久，那么烂，很久的次。我们做这个做很久，啊，不然那么多做些呢，那大家等了kata，因为你们就makatutu我里面懂多数。年轻人要穿的。上面那个绣片都是你绣啊？因为我是按照他们的那个了。如果他们想知道的话，这个也是，因为他们说要人头，但是头目掉嘛就讲一两3-5，比那要说长一点来就没关系。所以按照kata你们就不能有不一样，要慢慢弄，啊不然最大力嘛不一样。它旁边有什么意义吗？那个手背？出那么一段kadau lo le cho kadau ni cukup kadau 有很多种嘛上来了kadau 你说现在呢都做那么多做来就是马甲眼睛吗？对马甲来种。他们说那个是子弹纹诶，那是子弹纹，表示这个人的战功赫赫。那么就出你马甲掉不被那么懂。这个是男生图腾也不能放在女生的那个哈。你马甲的就是那我来。这只有男生。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种那个眼睛，珠嘛了，木里的，你说而且都叫马甲，它的马甲的特别的意义是要守护，就不会被盗取，要扎稳，这个有它的眼睛，对。Uli jangan ni maju, ya cina uli mauda, ini jangan ni cina maju nuca, maca ni nuca, ada betul cina matu nak kacu bica maca.有一种卡丘比叫我们是叫什么了？乌龙百步蛇，然后就是我们原住民的那种保护的，一样讲女剪这样。那是mang讲女剪，你要去那马乌当，要去那马乌达，所以你比较penewanan nu malum nu semana jen tua ibu semana jen tua pe chin jen tua situ itu nu ya. Nuli pasal saya nulicin saupu dia tak cua kadau atau cua maca， cua kadau pina secevavau， 就是代表的太阳的意义。把得了的在嘛就那米懂肚子，就是有眼睛也有太阳，说maca， 你说kadau。你说做古马手的，就是整个这件衣服做衣服，西南古马就是这个人头像，就是很像是祖先的意象。哎，最后面那导演，那么cada我都做新的那种，你说新的那我这把手把做的，就是自己画，对面家jemuga，对面家马lang，到底是东那家了，努力他妈样，家了。你说西东的嘛叫衣服，都说这那种的背心。有没有说像你这样刺的太阳，就只能放在那几个地方放？因为裤子就不行了哈。没办法，裤子。其实太阳有分很多种嘛，上来了是什么样？你说这，你弄做什么比达里嘛？这达里嘛什么样？嘛个这到处转，因为我们讲究现在都讲究是漂亮好看。所以我们大理嘛太阳顶如说马郎用圆圈的方式，做材料有很多种啊，对，做kata-kata kujiji kata-kata kulizalijal， 说冷啊，这么材料，因为你们在台湾做penawanan都是一说冷的kulizalijal， 一说kujiji，冷的是蓝色的，冷的。我用来做的买肚子就是。
让它亮一点的洗懂。金属的那个叫什么？刀柄啊，这都是反正这七里八达的都在太阳。那我们说这木头就是接来接去的，而我们说拼布是跟它在注入。所以像那个很常在来异乡看到那个蓝黑拼布的，那种也叫衣布。反正做成那么多做就是衣布个。哦，对，像这个也是吗？对，衣布这个也是，但蓝黑上面那个但是那种但是你多那边我那就你今天穿的上的衣服，很好看，很好看的。什么呢？是布料这什么呢？布料那时候有颜色的。你说个正了得了，正了，手上就是一个布料。你说那都来真的大绒布的那种，是新巴贝绒布的那种布料，就是那都来真的。哦，布料又有另外的。对，又有那种。哦。可是他做三的衣服，那3年他朋友那说上面，以前那叫布。Makati teman就是嘛呢，liwa呢嘛就是这样的没得做，所以他们都可以做那个。三面就是很漂亮。对，三面样。在布莱下面一点。布莱是形容一个小姐，布莱。三面样是可以形容这个三的衣服，形容这个东西的。那个呢，扣子，这个扣子是叫什么？六真的扣子。六真一般都是统称是六，但是我要哪一种的六是长的还是宽的？我那么多是pilih kata六呢，那那样没得，说那个怎么啦？反正也就叫宽的，怎么啦吧？六这就是宽的，这加过来，但拉罗加过来。不要短的，就那个一类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在原住民的语言很多，马上了大家爱哦。六真的都做用下个周星就变爱了的。六真的就是给大家过来cari一，所以cara kapagalo， 你可以形容呢，cara kapagalo， cara larok 就是刚刚那个宽的，但是。加过来呢，真的那过来，刚刚那个衣服呢，这个是加马拉瓦了那种这样，就是它有细有长，喂安啊大，那就是那kala pinyo na masaya yun. Iso sa mga baya来真的在西北大，iso ni家现在呢，我之前有找到一个，做现在呢，做大来做。那个 Vaya， 那个 Vaya 的用途是以前的用途是在干嘛？以前的用途是最老但是最老可能，那是把上面带都带平安。什么时候要带这个？努力不吃了孙，努力买盐孙，买点这是东，这是 Vaya 了。这句话要怎么问？什么时候要带这个？Nuida sumidong suna. Nuida susidong na may dito siya. Itong na ifuan itong lezo vayal. Ay ito vayal nuli sa sitong izuay tapos lechen. Nung mauda-uda no susitong lechen putsal. Azwat maianisun sa sitong. Kata ni po iti na kasityen no izuwa sa kamukuy mazay kinalan. Jeje 这样。你跟他烂在西东澳打，你不一定是结婚这样，就在节庆啊，在巴勒西亚啊，在马萨罗，马勒瓦嘛，在西东澳打，在西布萨米亚样的在东。现在伊娜拿的那个是像那个表扬的那个背带，Vaya， 对啊，我说的 Vaya， 刚才我想象的是像披风的那个披肩，他说是披肩，蓝色的那个，蓝色的布，然后对，一样也这个也叫 Vaya， 一样，妈妈这个的功能是这也是一样，有技术嘛，这是种，那个是代表一个整体造型，造型啊说，penuh lah tak susini tong ang so pinayon na penuh lah patila katsin sina ke pianku. Makati aja pun ta jogin piano ta.
金边是那个钱嘛？对，那个裙子嘞 ，Jebet 就是，Jebet是短裙。短裙，对。你要讲这个手编绳叫什么？跟他加别的这个。Izon maliano talo lai chu cha samen choket ya 比较薄lumla makate cha mishingan 跟他加比是什么？跟他加比是边编对。它那个铃铛叫做Karing Kim嘛，可以问哦，对对对， Karing Kim，头巾的那种头巾的，对啊，就是男生也是蛮多呢，还有花，这个是腰啊，把袖珍，袖子，袖是腰，哦，袖珍腰带，因为以前可能这个他们因为以前那个外也有背小孩子的，也是叫外呀了，小孩子的背巾，对，也是叫外呀了，外的大了。下来真的在背下来，外来真的这样大的那个是，现在小孩子你要保护小孩子啊，这是外来。那个腰带是不是装饰用的？流行现代的哈，以前没有在绑腰带。这么叫做？因为他们说那个绑腰带就是因为我们会配刀，很像挂钩的，就是让你可以挂东西，那个叫什么？两了，或者是套进去，然后这样绑。应该说它就挂着，以前也没有挂钩，它有一个特殊的绑法，就是可以绑那个对，绑那个刀。现在是方便的时候就是有挂绳或者挂钩，然后它就可以直接挂在那个你的腰带上面。我会发现一件事情，你们这里没有脚套哦？有啊，男生，我说男生的。男生有脚套吗？有的地方有。牡丹有哈，我们没有。什么东西？绑腿的，那是蓝黑这样，所以其实有，现在没有人在穿。有老人家以后你说你不会给老王有问到了，吴男生有吴男生是没有，可是点球也装过，因为那留下点布就是套在脚上，绑紧，然后用那个绕，对，整个腿这里蓝色的。好酷哦！这种的，因为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呢。你们现在很少。你说你们去查那个原始的那种，我妈是说阿宙有，但我没有。脚套还真的是吧？那个男生的脚套。对，也叫而且这5个，但是男生的是包得很紧。可是现在穿出来的，现在都是牡丹那边的哈。我们狮子乡也有，这里对，狮子乡也有。然后只是因为现在比较没有去山上的那种情形，所以还是有，可是会有一些花装饰了。对，舞啊，西装那一舞就会那样子。那米对动作上，嘛那你整点嘛就到屋了，整到屋了，你嘛就说，问个吃的着干面面。就到这里，你不能像女生一样。它的是紧的嘛？到这边是紧的，对。就是保护功能。对，保护。所以它也没有特别漂亮。然后因为配你的那个是它的搭那个就你们那家境也有穿的一种，不要乱穿，因为那种是这个也是要绑紧，这边宽那个的。在风景那边嘛这样，因为那么但是在那条路。我以为是那个。在把不嘛拉白嘛在弄米东木这样。我一直以为是那种学那个日本人的穿着，军官不是在绑小脚。你说那是不是的？就是说，都是不是有它的颜色啊？对。可是你看到的是蓝黑。对，蓝黑那部分说，但是你不一定只有那个颜色啊，也有那个。但我们现在怎么没有那样子穿了？去做专业，因为现在都是用那个什么片裤了，因为以前没有片裤。就是其实以前各家。就是自己家里的姨妈姑姑，他们有自己的喜好、美感或手艺嘛，所以其实我听过的是说，各家其实是各家有自己的图案，对。然后后来因为开放，也不是开放，后来因为大家互相看、互相欣赏、互相学，然后现在变成说有专门在做传统服饰的人，然后好像就流通出去了，然后就很难辨识。像那个叉子人，我看好像也是你们这里的。应该也是人头有通常是这样嘛？对，这样子那个。对。好像我也是看伊娜做才知道。如果现在那你不谁啊？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图案是在伊娜这里，他的头上面就是很像叉子这样，不是戴头饰，是他的脸，然后上去就是这样，3根这样子。因为那个图案是我来这边才看到的，
然后姨妈说那个好像是她的妈妈还是他的妈妈做的这样子。对，然后就学起来这个图案。羽毛，这个羽毛也是有它的那个象征的。这个啦，这个这是双人头啦。那个我们是家族的，要是放那里，比较少的那样的。很少。以前大家老人家的一拿是吧呢？但那个就是我们都是衣服都是这样子，结婚了那么就穿的衣服是，然后就是用这样子的。对了，那就是有一段时间那个衣服就变成是穿白衬衫，然后配原住民的珠绣背心，然后再配上那个原住民的领带。有一阵子我很喜欢那样。对。你说你不可能这种是那的领带什么的呀那个的。就那时候他做了一大堆的那个领带，然后卖出去。但我觉得最惊艳的还是是传导。男生有脚套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很少有的除非你们看到日本式的才会有，因为日本式才有这种。我们的那个老作品也都没有。因为我他们是日本式，伊都鲁沙都有那个，日本都是，所以现在接触那个已经用的我你怎么什么时候看到的？是在老房子看到的？我记得我以前在那里。他会那样子穿这样子。对，我就是那样的，但是因为。以前我们就那么但是就没有那样子穿，因为只有那个日本人才有那样子的搞不好就是学，很少啊，都知道诶，很少。对啊，那些银饰嘞？你说那男生那在这里，那个母语叫什么？它银色的。金的是金真的是金色，金真的是银。啊。对哦 ，Ging 是 K 嘛 ，K 对，Ging 是那这个 G 对，Ging 金是那个金嘛金金，对 Ging 这样子是金，然后金这样子金。啊，你还有发现那种以前跟现在现在没有在穿的服饰吗？但西装的西都装不一样啊，之间。那以前有。但西装只是整体都要去穿。你看我以前那年我就是，cuma嘛就没有去山呀，包括那边都tapi那湾那这样。我他们那不就他们那。都是穿那个龙袍那边的他们就。马来的我给了那个一直在带那个就不等，他都不穿裤子，都是穿那个然后穿内裤这样啊。我那是老人家，那时候的跟他们一起生活啊，我才知道艺术啊，原来艺术好像他们都是原先就提出来，艺术好像他们都是全部不给他不要穿，因为那是日本的时候啊，对吗？就。妈，那个呢？这个适合我吗？我穿这个上衣适合我吗？上衣不要上，我穿这个衣服。Sejak berjalan andai cuy tung je. Sejak berjalan andai cuy tung. Santi 衣服的意思是吧？在Pinewanan cinta Santi 衣服。Sejak berjalan na Pinewanan 这样。Sejak 就适合我吗？适合我穿就这样的Santi 衣服嘛，这样子。Sejak berjalan usi tung apa ni orang? Sejak ini tu, sejak berjalan untuk tung apa ni orang? 不一定是。所以适合我吗？这件3D 衣服适合我吗？这样。Sejak berjalan jalan itu. Sejak berjalan jalan itu. 对，Sejak berjalan你要那个口音要不一样。Sejak lebih jalan nulis apa ni orang 这样。Sejak lebih jalan itu。复习一下今天的单字 ，ibu Javid。Gumas，我今天才学到的人头像。Gina Jabi。或六纽贡六。我学到一个句子是农民到熟悉东岸。你什么时候穿这个？弄一道是西东族，西东也可以也可以那样对。那我的是那个
sejak lepas jangan enak itu。对，就是要这样子，因为在问，你在跟他对话就要那样子讲。我有适合吗？这样子。对，我有适合吗？这个适合我吗？如果说不适合你，就脱掉。因为我觉得我听不懂。想要了解更多的朋友，欢迎到下方的说明栏复习。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努杰维利一见那么足足啊呢。